咱即段带大家来练习第四声甲第八声的声调的变化。咱头前遮谱式的遮吼，这是咱进前练习过1、7、3、2、5即5个声调的变化。咱今仔日简单甲帮大家甲重点复习一下吼。咱即个第四声呢，伊有关吼，后壁若是即个变成吼，伊即个可能有当时咱咧读的时阵，伊会扭较长，会变成对吧？会变成咱像第二声。若第八声呢，伊会降比第四声佫较低吼，伊会降佫较低，即个伊会变成吼，会变成佫差比即个佫较低吼差不多是第三声迄个声调吼。咱后壁有2页的迄落声调来，咱试看觅，共款咱慢慢来吼。头前即个变，后壁即个毋免吼。即页全部拢是第四声调的变化，你家己家扭互惯就对啊吼。即个液就变液吼，液冷吼，囡仔啉牛奶液冷吼，扭惯花吼，用水花，即个骨扭惯骨头吼，即个吸扭惯吸气，淡淡的吸气，一个扭惯咳汤吼，养汤咳汤吼，用汤时啊咳物件咳，一个变成关音捌字吼，捌字，大家来捌白话字的捌字，一个扭惯出国吼，出国佚佗，毋好用中国掠去吼。一个突轮吼，毋知影大家知影无？突轮就是脱臼啦吼，你个骨头突轮吼。一个扭惯骨力吼，骨力做代志，骨力扭惯郁卒吼，心肝郁卒的郁卒，心情真郁卒。一个扭惯结果吼，结果毋知影好啊歹，结果。即个后壁即个吼，咱扭惯吼，变成册吼，册局吼，亲像第二声迄个发音吼，册局。即个共款，你若条甲扭过第二声变啥？血水吼，流血水。即个咧，肉吼，鸡肉肉。即个扭惯吼，垃圾吼，涂骹垃圾的垃圾。即页以上是第四声扭关音吼的练习，咱来练互一页。遮全部拢是第八声，第八声咱着降低吼，降互比第四声佫较低吼。咱像话，这是读册吼，读册。即个局长吼，局长。即个纳税吼，纳税饲迄个粪扫吼，纳税。即个学问吼，学问。即个绿草吼，绿草真饱吼，做绿草。即个共来下书吼，即件衫穿起来真下书，真好看的下书吼，即下书。即个有咱共来律师吼，律师帮人拍官司的律师。即个共互加吼，罚钱吼，罚钱吼，冲红灯去互人掠着吼，罚钱。即个热吼，足热的热天。当然啦吼，以我家己的口音吼，我拢会读热天啦吼，热天。即个吼头前的变调吼，即个降低，即个佫会记袂？扭互平吼，即个是热头章吼，热头章，摕热头章吼。即个骨头，软土深骨的骨吼，骨头吼。即个骨溜，足骨的骨溜，足骨溜。即个不倒，毋知听出来袂吼？迄落足侪人厝里若信佛信道教的吼，一个拜拜的所在，迄叫不倒吼，佛祖吼不倒。即个极端吼，做代志真极端吼。即个局势吼，讲 OK， 局势吼，即马局势乱糟糟吼，局势。以上带大家练习到遮。